大家好啊，歡迎嚟到65後慢活。自從上一集東京自由行嘅影片發佈之後，唔經唔覺已經過咗差唔多2個月。呢段期間，我哋一家人又去咗京都自由行，影咗好多超級靚嘅風景同埋素材。而家喺度趕工剪輯緊，但係喺京都新片發佈之前，依家就先帶大家去食一餐好嘅，嚟一場放鬆嘅自助餐之旅啦。今次我哋再次嚟到位於尖沙咀嘅喜來登酒店咖啡廳。上次食過佢哋嘅自助晚餐，今次我哋就挑戰一下佢哋嘅自助午餐。如果有興趣想睇翻上次晚餐嘅朋友，都可以點擊翻我哋喺2025年4月影過一集。今次我哋喺官網訂位嘅，啱啱好搶到咗買1送1嘅優惠。好似我哋咁喺星期六嚟食自助午餐，折完之後連埋加1服務費，每位大約係港幣350蚊左右。以尖沙咀酒店嘅品質嚟講，呢一個非常划算。今次自助餐嘅主題聽落非常吸引，叫做東瀛海鮮海膽夏日料理盛典。不過要溫馨提示一下大家，午餐時段係冇提供海膽嘅，但係用餐時間由中午12點一直到下晝2點半，整整2個半鐘頭，時間非常充裕，最適合我哋呢一種放慢腳步，一路食一路同屋企人傾偈，享受午後光陰嘅人啦。因為之前介紹過晚餐，今次我就重點帶大家睇下午餐同埋晚餐有咩分別先。先由大家最關心嘅凍海鮮同埋刺身區睇起。午餐嘅海鮮款式一啲都唔馬虎，有長腳蟹、青口、鮮甜嘅凍蝦，仲有口感彈牙嘅翡翠螺，仲有滿滿嘅法國生蠔。壽司方面，除咗基本款之外，仲有火炙三文魚同埋鰻魚壽司。甜蛋唔算刺身，但係誠意十足咁提供咗5款，有希靈魚、鯛魚、八爪魚、甜蝦同埋三文魚。旁邊仲有清爽嘅冷凍亭烏冬。跟住就係冷盤同埋沙律區，呢一度有唔少開胃小菜，就好似口水雞、涼拌麻醬青瓜、香辣木耳，仲有皮蛋豆腐。沙律選擇都超多，海撒沙律、日式麻醬雞肉沙律、蟹肉沙律、日式海鮮沙律、三文魚子豆腐沙律等等。想食得健康啲，仲有自助沙律吧可以自由配搭。當然，各式凍肉、煙三文魚同埋芝士都係應有盡有。我哋先跳過甜品區，嚟到熱辣辣嘅熱食區，熟食種類非常豐富。清蒸鮮魚、葱油雞、XO 醬炒海鮮、清炒時蔬，甚至仲有好滋補嘅豬腳薑。配合翻日式主題，仲有韓式泡菜雞、日式麵豉魚、吉列豬扒、忌廉蟹肉薯餅、茶碗蒸。關東煮，仲有酥脆嘅吉列廣島蠔。主食區有現點現做嘅意粉、香嫩牛扒、蜜汁火腿配烤蔬菜，有3款天婦羅。另一邊仲有薄餅，印度咖喱配薄餅，即煮日式叉燒拉麵。點心就有小籠包、幾節燒賣，以及大家最中意嘅港式燒味、蜜汁叉燒同埋燒鴨。而湯方面有中湯、蓮子薏米黃瓜排骨湯，同埋西湯甘筍薑湯。呢度嘅飲品全部係自助，而且唔限量㗎，有汽水櫃、凍咖啡、凍檸茶檸水，亦都熱茶包同埋咖啡機隨便飲針。最後翻返嚟我哋嘅甜品區。當然少唔得，印有喜來登標誌嘅招牌 Tiramisu， 各式精緻小點心，仲有好特別嘅芝麻蛋卷、新鮮水果、糖果，以及哈根達斯雪糕。講咗咁多，大家最關心嘅肯定係食物質素到底點樣，同晚餐比較划唔划算。
雖然午餐冇海膽，但係整體充滿咗濃濃嘅夏日日式風情。由各式日式屋台小吃、日式冷盤沙律到日本直送嘅刺身，菜式都好符合主題，食得出食材嘅新鮮。講真，原本以為午餐款式會少好多，但係行完一圈之後發現，菜式嘅選擇同埋晚餐相比，竟然冇太大嘅分別。好似凍海鮮入邊依然保有長腳蟹同埋法國生蠔，刺身都冇縮水，維持住5款。生蠔食起嚟相當鮮甜，帶有海水香。以呢一個價錢嚟講，真係非常有誠意。整體嚟講，今次喜來登咖啡廳嘅自助午餐體驗非常之好，用買一送一嘅優惠，以港幣350蚊左右嘅價格，可以喺呢一個咁舒服優雅嘅環境入邊，悠閒咁享受2個半鐘頭嘅美食。無論係同老朋友聚會，定係同家人同樂，都非常之推薦。如果你中意今日嘅影片，唔記得幫我點個讚同埋訂閱，仲分享俾身邊嘅親朋好友。希望下一集就係我哋京都自由行嘅影片。拜拜。